有傳港交所計劃取消港股午休同埋增設晚間交易時段。港交所話，優化建議仍然處於非常早期嘅探討階段。港股近年持續推進市場改革，繼實施打風不停市之後，為進一步同全球主要市場接軌，正研究延長股票交易時間。彭博引述消息話，港交所近幾個星期已經向主要券商同埋交易公司傳達構思，包括將股票交易時間提早30分鐘，喺上晝9點鐘開始，並取消中午12點至下晝1點鐘嘅午休時段。另一個方案係考慮增設收市後交易時段，可能喺晚上8點至午夜12點鐘，以捕捉美股早盤嘅交易機會。消息話，晚間時段將只限於少數幾隻規模較大、能夠吸引投資者關注嘅股票交易。至於下晝4點鐘收市嘅安排，將會維持不變。為咗應對投資者需求嘅變化，美國納斯達克計劃喺今年下半年實施每個星期5日、每日23個鐘近乎全天候嘅交易機制。有業界相信，本港嘅清算、結算同人手能夠配合延長交易安排，但要提升港股嘅交投量，長遠要增加市場嘅吸引力。始終都係糖水滾糖魚。如果係要真正多啲資金嚟咧，要喺外國啲資金入嚟啊，或者喺內地啲資金入嚟咧，先至做到一個正面嘅作用嘅。等於啲茶餐廳咁，你喺9點鐘打後再開多2個鐘頭生意嘅，都係冇人入去㗎，係咪？美國有啲股票嘅交投量，我係講一隻嘅股票交投量多過全香港咁多加埋嘅交投量，所以人哋嗰個規模同香港個規模完全唔可以相提並論嘅。港交所回應話，正喺度研究包括延長交易時段在內嘅多項提升市場便利性嘅措施，但強調有關優化現貨市場交易時間嘅建議處於非常早期嘅探討階段。首要工作係研究延長衍生產品市場交易時段嘅建議，而任何調整都需要審慎評估對市場嘅影響，並綜合考慮各方嘅意見同埋互聯互通機制嘅安排。無線電視記者盧平報道。